各位兄弟大家平安，平安，放心来祈祷。非常地感谢你，有法佫一次会当伫你的内面会当学习，我要安怎来祈祷。借着今仔日的经文，也恳求主你信心，有法会当来明白，也会当照安尼来行。愿咱的祈祷仰望，我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这期的基要真理班7、8、9月7月份的基要真理班已经上了。顶礼拜毋是昨是搁前一个礼拜，基要真理班咧下课进前发生一项代志，就是有一个青年，差不多40岁，伊就行入来教会，伊就是一个看起来真正常的一个青年呐，体格也袂歹，就表情讲话各方面拢真正常。伊入来就找牧师，伊当时伊个牧师伫咧上课，我搁坐伫边我就去喊伊做一寡沟通。伊就讲牧师，伊就提出真侪证明啦，证明讲伊有去社会局来申请一寡补助，讲一大堆。结果就是伊想要讲来教会求一寡帮助安尼。伊就来讲伫讲的过程的中间，牧师的心实在是就很挣扎啦，因为伊有提出一寡证明文件，总是咱拢知影讲，遐会证明的一寡文件是会当 copy 的嘛，会当家己写，无一定是真正是安尼。所以伊也有摕伊的身份证，他很诚恳，看起来足诚恳的安尼。结果然后阮就照一般咱会处理的方式，讲无咱带你去边仔就有警察局，可能警察局遐有一寡管道，是啥物货安尼会当看会当有更较好势帮助的即个方法。然后伊个牧师就带伊去警察局，我就接线只要真理班，因为嘛已经叫要下课嘛，我就讲遮个代志，互只要真理班的同学，我来甲伊分享。迄当阵我就讲发生啥物代志，安怎，咱做伙来为即个人来祈祷。有时啊，伫即个选择到底，咱要摕钱出来帮助伊，还是讲伊到底是来欺骗的，还是真正需要？来找上帝是，因为伊就讲社会局，伊去社会局申请补助的时候，迄个社会局的人讲叫伊来教会较紧嘛，因为就讲伊的一寡条件无符合因的迄个条件就对啦，我就讲，其实即摆职训局嘛有足侪帮助一寡青年就业辅导还是等等安尼，伊就讲关于积极啦，伊就为伊的落地摕本来先铜板，安尼讲，我已经生活已经过袂几度啊，我已经无饭通食安尼啦所以伫迄中间实在是，我想咱拢有上帝属于上帝一个怜悯的心，总是也因为足侪人骗过，所以伫迄个到底是爱互伊，无爱互伊的即个过程非常的挣扎。特别伊讲已经走投无路才来到教会，伊是安尼讲，伊是安尼甲我讲，所以特别从上帝教会摕出来，安尼讲的时阵，上帝名从上帝名摕出来的时阵，咱诚做一个基督徒，搁较会想讲，今仔日上帝名已经赶出来啊，咱要安怎来回应，咱要安怎来反应？好，上帝摩西亚伦，今仔日的经文拄好是咱学经进度，嘛是今仔日，因为今仔日就是出埃及记32章即个部分。出埃及记32章，规个32章非常的精彩。当上帝摩西亚伦甲以色列全体的民众来宣布10条诫的时候，就是顶礼拜咱所讲的第20章的迄所在。当上帝全体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宣布10条诫的时阵，
山顶有雷弹死嘛，阁有出烟。哇！迄个以色列百姓惊吓，足着惊的，皮皮喘。伊就迄当阵就哀求讲啊，上帝啊，你毋通直接和阮讲话啊，惊了阮会安尼死无嘛？请你和摩西讲就好啊。吼，你和摩西讲就好，莫直接和阮讲。你和摩西讲，然后呢，摩西听到啥物，再转达，互阮知影安尼就好。所以呢，所以安尼，因为安尼，所以上帝叫摩西，摩西你上山起来，吼，爬起来西奈山，上帝甲摩西讲，有无咱所读经的，就是一寡条例安尼，啊，所有人就伫山骹安尼等，好。即大阵以色列百姓等久久，等圣经记载头40天，怪奇啊！摩西哪会，伊拢毋免食哦。咱40天拢还袂落来，还袂落来，毋知发生啥物代志。伫惊吓犹豫，毋知影到底未来是安怎的中间，过去伫埃及久长的习惯，搁走出来。咱想想，咱知影讲以色列人因进前的埃及迄个所在，埃及有足多很巨大的一些神像，对无？他们有他们很巨大的神像，因踮伫迄个所在看迄个神像，看啊真习惯。向中间伫旷野，啥物拢无，啊摩西嘛无去，伊就惊吓，所以因真需要有一个具体的物件，爱有看会着，因才会当有安全感。所以伊就去和亚伦咧吵即项代志。即群强要失去方向的以色列人，就所谓不安逸的情绪，拢拼伫咧亚伦的身上。伫这个真关键、真重要的时刻，摩西的哥哥亚伦一直无顺服听候，伊也无伫迄个时阵求问上帝，伊家己就做一个决定。亚伦，伊的口才，咱知影，伊的口才比摩西搁较好。伊也久长和遐的以色列人住做伙，因为摩西是住伫皇宫嘛，住伫皇宫，以前40年住伫皇宫内面，无和以色列人住做伙。啊，40年以后到80岁的时阵呢，伊搁安怎？伊搁逃走嘛。所以伊真久长的时间无和以色列人做伙，伊一出现伫以色列人的面前，就是要带因出埃及。所以亚伦是一直和遮的以色列人做伙。亚伦无论是口才比摩西较好，伊搁久长的时间和以色列人斗阵，所以伊也真有影响力。即时亚伦，伊做即个决定的动机是啥物？伊是要展现伊不比摩西较输的意思。伊讲，我应该比摩西搁较有领袖的迄个特质。伊是要展现即个，还是讲，伊实在是挡袂牢遮的百姓对伊安尼一直讲，一直咧埋怨，一直足不安，真大的不安伫迄个中间。伊无法度挡牢迄个压力，到底是倒一项？阮毋知影，咱毋知影，吼，咱毋知影到底是倒一项。总是咱知影讲，第32章头前遐有记载，亚伦伊最后，伊做了即个决定，伊竟然是出在遮个以色列百姓的要求然后咧，佫指导因安怎做迄个牛肉，就是金牛犊。所以亚伦他主导了整个金牛犊的事件，从迄个牛仔做出来了后，佫敬拜伊，讲即个牛仔就是带阮出埃及的上帝。当咱决定和上帝立约，诚做基督徒，就诚做上帝的百姓，也是诚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迄当阵，对迄时开始。咱就一直为正圣的道路一直行去。伫即条道路中间，有时啊也亲像旷野安尼。咱伫咧圣洁的上帝面前，咱内心的罪恶是无法度通稳重的。咱爱不断和过去的习惯、过去的价值观，特别是无合伫上帝心意的习惯甲价值观，
咱安尼咧拔河啦，咱一直伫这段行行的道路顶面，咱一直爱将无合着上帝的习惯甲价值咱着摕掉，总是肉体和信心的交战，往往肉体较赢，往往肉体是较赢。咱的内心伫这个交战的中间，咱是毋是掠上帝最中心？咱是毋是愿意寡靠注重遐的做法，将遐的无合着上帝意思的遐的行为、遐的试探来刷走？咱定定面对的试探，就是咱对上帝听候久久失去信心，然后咱家己就装出来，咱家己就装出来。诚侪咱家己的偶像，咱就掠家己做主，掠家己的意思做主，就开始撞啦，撞到上帝的头前。伫咱拜三祈祷会时阵，咧读写的时阵，咱也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会，就是讲咱家己内心往往就是迄个上大的偶像。总是10条界，咱顶礼拜才读的，除我以外，上帝讲，除我以外无别的上帝，毋通为了家己雕刻偶像，无论天顶地甲地出来所有的面，拢毋通请做伊的像。总是咱有时啊想，天顶地水内的面无啊，总是有时啊，咱家己请做迄个上大的偶像。伫看到伫即个旷野的生活。像我侪的挑战，旷野的生活影响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信心。今仔日，咱的生活中间，咱的工作、咱的健康、咱的人际关系，咱所碰到种种的代志，拢也照安尼也共款，会搅动咱对上帝的信心。特别是咱安怎祈祷上帝拢无反应的时阵，就亲像以色列人听候摩西久，哪拢无落来，哪拢无反应。当咱祈祷久，上帝哪拢无反应，代志永远是安尼，要找头路永远无头路，我爱健康永远无健康，安怎去看医生、食药啊，甚至动手术，哪拢愈来愈。莫讲同款，甚至愈来愈歹，是安怎？伫久听候的即个过程的中间，咱对家己的身份、对上帝的信心，是毋是会因为安尼来动摇？实在是真有可能，因为咱人拢是软弱的，咱拢会有时啊，咱的信心拢会淡薄会摇移。总是咱是会因为安尼，就将上帝为咱的生命中来刷开，就亲像遐以色列人，另外爱一只牛仔，诚做因的领袖安尼。迄位到伫教会来求情的青年，好好的一位青年，伊相反，伊同款失去人生的方向，伊失落，伊被造的即个身份。上帝创造每一个人，拢每一个人的特质，每一个人的恩赐才情。伊好骹好手，一个人也真正常，体格也袂歹，对话也真好势。是安怎伊会失落伊人生的方向？伊是真正要来教会找出路，找伊的出路，找出路，还是要来欺骗上帝？你迄当阵实在是咱拢无法度通判断。无法度判断伊到底是伊的情形是安怎，所以拄则牧师有讲，当伊叫牧师带伊去警察局的时阵，牧师就带只要真理班的同学来为伊祈祷，咱咧祈祷啥？阮咧祈祷讲主啊，伊若是真正无法度通生活落去。伊若真正是，他如果真的是在求职的过程当中的这个阶段，伊实在是活袂得落去的时阵，伊真正需要一寡帮助，安尼，求主帮助伊，互伊伫警察局迄个过程中间会发生啥物代志，然后
伊就会当摕到伊应该爱有的供应。啊，若是假，若是伊真正是来欺骗的，安尼由主赦免伊，也怜悯伊，互伊会当重新找到人生的方向，互伊会当搁坚强起来。当上帝和摩西讲，山骹的以色列人已经败坏家己的时阵，上帝讲伫32章第10节，才讲上帝和摩西讲：你出在我要伊发受气，将伊灭亡。然后我要互摩西你的后裔成做大国。上帝爱将山骹无法度搁挺效落去，已经败坏家己的以色列人，咧拜迄个牛仔的迄个以色列人，爱将伊拢灭亡。然后和摩西讲，遐个人讲我拢爱灭亡，摩西爱对你开始成做大国。哇！这对摩西来讲，上帝这是爱摩西取代啥物人的地位？取代亚伯拉罕的地位，因为正正伫创世纪12章迄当阵。上帝有应允亚伯拉罕讲爱对你，亚伯拉罕你爱成做大国。即摆，即阵以色列人败坏家己，上帝爱替换人，替换摩西成做大国。总是摩西并无因为安尼就欢喜，伊知影上帝是怜悯的上帝，是信实的上帝，这绝对是上帝本质。摩西是和上帝面对面讲话的人，伊是毋捌上帝，伊体贴上帝，所以伊做了下面的祈祷，就是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，咱来看，咱来掀开全部后壁边，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，摩西做了啥物款的祈祷？摩西的祈祷完全是掠上帝最中心，伊无考虑家己的立场。第12节，咱来看12节。12节，摩西祈祷讲：上帝啊，写书互埃及人有话讲，伊带因出去是要害因，害死因伫山中，对地上毒灭因。求你回心转意，煞你的大受气，无讲灾下互你的百姓。摩西即句的祈祷是咧讲啥？就讲上帝啊，你为着你家己的性命，爱受着遐埃及人来安怎来看轻啊？当初你大权你的伸手将因对埃及地带出来，结果你是要将因灭亡吗？若是安尼，遐个埃及人安怎看即项代志？毋是来个笑甲讲，啊你的上帝是咧创啥？拜托，安尼甲因带出去，结果啊恁的效果嘛是安尼，是咧讲笑。摩西就是因为莫互上帝名受埃及人看轻，所以伊祈祷安尼。咱搁来看13节讲，摩西继续祈祷讲，恳求主你纪念你的奴仆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。你捌记家己对因主蛇讲，我要互恁的后裔，亲像天顶的星遐多。搁我所讲即个全地，我要享受恁的后裔，要做因永远的业。摩西即句的祈祷是咧讲啥？伊相信主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记家己所上蛇的，你所应允的，一定会实现。是一定会实现的。摩西知影上帝是信实的上帝，所以伊做即项祈祷。搁来，咱来看14节。对咱伊耶和华体会，无降落以前所讲的灾下，互伊的百姓。耶和华体会，耶和华是怜悯的上帝。摩西真明白，伊所敬拜的上帝是怜悯的上帝。是真意爱，互人有机会来反悔的上帝。所以，摩西对上帝认捌，做了即种的祈祷，
所以，无说定定讲，咱爱看圣经，咱爱读圣经，咱会认捌上帝。因为当咱认捌上帝，咱就知影咱要安怎祈祷，才是得到主的接纳的。通常咱的祈祷的立场到底是啥物？伫顶礼拜10条诫中间，在讲10条诫，迄就是讲即个基督徒8要的过程的中间，咱是毋是有警醒讲，咱较侪是为着家己咧祈祷，还是掠上帝做中心来祈祷？咱定定是掠家己做中心，还是掠上帝做中心？当上帝予咱一个真大稳定、真大礼物的时阵，亲像伊要予摩西安尼讲，要予摩西诚做大国。当即个时阵，咱是毋是会欢喜到袂得过？然后欢喜到将咱在受苦、当在受苦的肢体放落去哩？就是别人安怎袂要紧啦，凊彩啦。我好就好，啊，上帝的名安怎也袂要紧啦，我好就好。咱到底是掠啥物？掠上帝做中心，还是掠家己做中心？咱是袂当亲像摩西共款，当咱接受到足大稳定的时阵，除了感谢，也审查上帝的心意，然后为着上帝的名，为着上帝的百姓，为着别人。会当回转回应伊，也共款会当得到即款的祝福来祈祷。伫教会内面，咱定定会听到一寡代志，看到一寡代志，也听到一寡代志。可能是某位人安怎，可能是啥物代志，应该是安尼无解透露。伫即个时阵，当咱碰到即种的情形，茫咱拢会当学习摩西，为着迄个人。迄就是迄个代志来祈祷。当摩西伫山顶听上帝讲，遐个人已经败坏家己啊。摩西毋是讲啊，伊败坏家己好啊，出在伊败坏家己啊。啊，你要互捌诚做大个国家，哦，安尼真好。摩西毋是安尼反应。当上帝甲摩西讲，伫山骹。遐个百姓伊败坏家己的时阵，摩西是遮尔为着上帝名，为着伊的民族，为着伊的同伴来祈祷。所以咱着，当咱碰到一寡代志，无合着家己心意，特别是上帝看袂过的遮个代志的时阵，咱。毋是亲像阿伦出在因败坏，毋是亲像阿伦含因含落伫迄个青天的中间。咱着爱学习摩西为遮个代志，为遮个人来祈祷。当咱咧看出来记32章，佫继续看落去的时阵，当摩西为着即群以色列人祈祷了后，就伫伊落山的路途中，看到遐个以色列人，伊清白，即时伊着清白看见、听见，遐以色列人果然是放纵家己的情欲，放纵家己的私欲，出在家己高举迄只牛仔。摩西大生气，伊即时体会到上帝的生气，伊知影以色列人和上帝即个约定已经破碎，已经毁坏。伊即时伊知影上帝偌尔啊疼，他毫不迟疑的选择要徛伫上帝即边。伊毋是亲像阿伦要。爱人得着人的欢喜，毋敢得罪人。摩西毋是安尼，伊两边着吩咐，着下令讲：既然属于耶和华的，恁着徛伫我遮来。然后着有侪利未人着徛到摩西即边，然后摩西佮吩咐遮利未人讲：恁行到营内，对即个门到迄个门。既然是无要悔改，
无要信靠耶和华上帝的人，拢甲因诛灭，拢甲因害死。咱看到摩西的这个行动，咱可能会误影讲，正前摩西伫山顶是遮尔啊谦卑谦顺，为着遮个百姓要祈祷的人，哪会落来山骹雄雄骗一个人，遮尔啊有气力，甚至咱拢遮尔啊不看人情面，判若两人。摩西伫祈祷之前，伊毋茫这个代志，阁会当有改变的机会。他在祷告之前，他希望这个事件能够经过祷告，能有所转还。总是伫伊祈祷了后，伊就顺服上帝安排。相信伊也确实，上帝是灵敏的上帝，伊爱有人有回转的机会。所以伊只是才呼吁遮以色列人讲：你若是回心转意、悔改清楚，就徛我来我这边，选择上帝这边，你就徛我来。这是摩西互遮以色列人一个机会，也是上帝互遮以色列人一个机会。咱搁倒转来迄个青年，迄个来教会要来求帮赞的迄个青年。通常咱会真直觉，我们会很直觉的判断，伊可能是利用上帝怜悯，他可能是利用上帝的怜悯来行诈骗之实。就是伊讲啊，教会啊，上帝啊，安怎啊，总是伊内心毋是安尼想，伊内心就是来骗钱的，有可能安尼，总是。咱敢有比伊较好？伫咱的祈祷的中间，偌侪其实也是为家己最忠心来做祈祷，毋是掠上帝最忠心。咱有时啊，也是咧使用上帝的名。来互家己有好处，却无高举上帝的名。咱的祈祷，伫咱祈祷的时阵，咱是毋是真正知影上帝是圣洁的上帝，是忌邪的上帝，是毋准咱有任何败坏的上帝。正邪不两立啦。当咱祈祷的时阵，咱是为着家己的私欲祈祷较多，还是亲像摩西，是为着要上帝欢喜较多？当咱面对这个充满游戏、冲突、无奈的生活中间，摩西祈祷是一个真重要的提醒。当一个事件发生，咱就要掠上帝最中心，用上帝的角度来思考，毋是为着家己，是为着别人。当摩西看到代志拢失去控制的时阵，当咱看到咱眼前的状况已经失去控制，祈祷了，总是这情形已经无法度通控制的时阵，咱就搁较爱掠上帝最中心。两边来行动，不是讨人的喜悦，而是要讨上帝的喜悦。要做到这个地步无简单，实在是无简单，因为咱拢是人，咱总是咱就爱感谢上帝，因为就算讲咱还未发觉家己的错误的迄当阵，伫咱还未发觉讲咱已经迄个信心已经就要歪窜去的时阵，信心已经替咱祈祷，信心已经替咱的祈祷，互咱会当亲像摩西共款，徛伫迄个无好势的所在，诚做大道的勇士。互上帝惊时，拢有当坚定信靠主。
信心甲感动咱，提醒咱，亲像摩西为着遐个利未人为着遐个以色列人祈祷的时阵，咱若是已经失错，咱若是已经掠家己做上帝，掠家己做偶像的时阵，迄当阵咱会当赶紧回头悔改认错，而且亲像遐个利未人同款，紧将心中的偶像淡掉，徛伫上帝迄边，徛伫上帝迄边。所以青年最后，伊个牧师对警察局转来的时阵，我毋知影，迄当阵毋知影伫警察局的迄个中间发生啥物代志。总是伊个牧师转来了后，阮最后的决定就是互伊500块。因为阮有分享和遐个只要真理班的同学来分享讲，我们不能因为被骗太多次就失去了怜悯，但是我们的怜悯也不能一直被误用。因为到了警察局，警察也说了，警察说查他的资料说这个人没有案底。那牧师，你们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你若要甲因斗相共，就看恁的意思，安尼。咱大家，我相信生活顶面做代志，都是咱爱选择的时阵，咱爱选择的时阵，可能咱会知影讲啊，有人可能讲啊，无彩500块，无输你互人骗去啊啦，吼。总是伫迄个件代志发生的时阵，阮有祈祷，祈祷了是即个结局，阮就顺服，摕500块互因。我和伊个牧师，我心头无任何挂碍，我也无去想讲伊到底是骗的，还是真正有人甲伊帮衬着。盼望我们不会因为上帝是怜悯的上帝，我们就取偷机取巧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会不会因为上帝一直甲咱怜悯，一直甲咱赦免？所以咱说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，上帝拢会怜悯咱啦，但是拢不要紧。就亲像迄个青年讲恁是教会呢，你是上帝的教会呢，吼，我是走头路再来教会。很多时候，盼望我们不会因为上帝的恩典显多，我们就一直陷落在罪里面。而是可以借着上帝的信实跟怜悯，来荣耀他的名，不让上帝的名被污蔑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信实，互我的一生拢通安稳伫你的约定的内面，伫你的应允的内面。因为你的怜悯，互我的一生通机会改过我心。恳求主继续帮助阮，将家己的私欲提掉，互阮变较赢势。常常甲主有圣洁的沟通，搁为着主所听教会来祈祷，来生活，通因光主的圣名。将咱的祈祷仰望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